你买什么？我买书。多少钱？50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萨拉马来库马苏卡隆姆巴卡姆达萨克萨杜阿奇肯西里姆纳口用森南基阿萨嘎给瓦头汉语简单说，你且看的可以莫库马哈宾达个南伯年北京，托马苏卡隆姆扬祖巴里姆发达达拉西姆的有。你买什么？我买书。多少钱？50元。伊当木纳苏木萨伊瓦尼阿布，扎伊木坦巴呀，卡马尔切瓦。你买什么？我就没卡给苏卡萨呀。你买什么？没卡给苏卡萨呀？买，我就萨呀。什么？没呢？你买什么？没卡给苏卡萨呀？塞姆纳伊亚阿姆萨的切瓦，我买书。我买书。伊那苏因萨伊利塔菲。我买伊那苏那萨呀。书利塔菲。我买书。Inaso insai litafi， 呀咱们谈吧一法拉西，什么那呀切吧？多少钱？多少钱？库丁那瓦呢？多少钱？多少那瓦？钱库蒂？多少钱？库蒂那瓦呢？咱呀嘎呀玛那的切哇？元ham森50元，元毛宁库丁森呢？hamsen 50，元hamsen50元。头马苏卡隆姆达哈卡木卡考嘎上十里姆那有那口用森南基啊扫嘎给咖啡姆萨拉嘛扬祖巴里姆妹妹她吉姆罗里达木卡口呀木库啊有。你买什么？我买书。多少钱？50元。嘎上十里克南看得起切哇，塞姆哈杜啊十里那嘎巴。再见。